这是一切，一切。这个是恭敬一切弥勒沙，要恭恭敬敬的一切的一个归命呢，所有的大菩萨，因为大菩萨是前圣僧，大山观音呐，世智啊，文殊普贤啊，这个一切罗汉呢，这都是前圣僧。这个前圣僧呢，这是普贤，僧人呢是普贤，对清净的普贤菩提牙，发这个菩提牙，你能恭敬一切的大菩萨，别个是别个你种了福报，别这个菩提牙，这个菩提牙要培养，要灌溉。好好的栽培呢，就是要常精进，得修行。这个活满富荣华，这个圆满的时候呢，当红花会，红花会是将来这个弥勒菩萨成佛，这个红花会，咱们现在修行的